香港升學競爭大，學生自然有壓力。不過作為老師，我成日同同學講，要俾多啲選擇俾自己。IELTS 係一個好理想嘅後備方案，等啲學生知道本地大學除咗靠 DSE 成績之外啦，IELTS 成績都會被接受，同時海外大學都認可。IELTS 同傳統嘅考試係好唔同㗎，佢哋注重於生活嘅應用性，對海外升學、日常溝通，甚至乎未來揾工作都好有幫助。所以我哋學校每年都會安排啲學生去考 IELTS 啦，而我哋校內都會有一啲嘅應試技巧嘅課堂，希望佢哋可以考個好成績。我會推介學生報考 British Council IELTS， 因為佢哋係主辦機構之一啦。除咗考試安排可靠專業，佢哋仲會定期舉辦升學展，對於有興趣升學嘅同學咧，提供最新嘅海外升學資訊。見到學生有信心去迎接未來挑戰，係做老師最開心嘅事情。我絕對放心將我嘅學生交俾一個咁有信譽嘅官方機構。Take IELTS with the British Council。